老大，您看一下。我打算创办一家直播公司，现在以合伙人的身份邀请您加入。你早就计划好了？嗯。那你离职的时候怎么不提呢？当时还没有想好要不要来找您，而且我有一些私人的事情需要处理，只有处理好了，才能全身心的投入。为什么找我呢？因为你有资源啊。我来负责经营还有投资，您来负责主播资源还有渠道。有点大方，给我的条件不错嘛。只要老大能加入，我就已经万分感激了，哪还敢贪心啊？我决定了，买一张行军床，以后只要加班我就睡办公室。既然决定拿命去干，也就是图钱，图个未来。创业就是要你这股劲儿。当初我把你从社会新闻部要过来，就是被你这点打动的。哎呀，赶紧把科尔叫回来吧。哎，明天早上8点的火车，急什么？我是担心他在家里边啊，那小子又花言巧语，把他哄下来怎么办呀？算了算了，让科尔多待一会儿吧。啊。哎。记录心里的勇敢，细数每一个温暖。小空，我爱你。天说出的语文，说过的话我也会承认。从此我们不同的男人。后来的路是远征，总有无限种可能。不管停靠的是哪一站，我也会。小杰，你今天不打游戏啊？啊，我今天工会没活动。哎，大宇，我们干2局。我今天不太方便。故事也走远了，我们都奔向各自不同的路。关于以后的我，推开一切公平的我，永远偏向你。如果可以保护你。后来的路是远陈涛，我明天就要走了。我想再吃一碗你做的小面，你可以再为我做一次吗？我马上来。后来都承认了，故事也走远了，我们都奔向各自不同的路。关于以后的我，推开一切公平的我，永远偏向你。如果可以。有时间把摩托车修一下。哦。哪个喝多了？走。哎，你看，文儿。哎哎哎哎哎！
子美，喵你喽！又去打架了？我没打架，真没打，不小心摔了一跤，被蚊子咬了几口。子美，来，坐好啊。上。好吃吗？好吃。好吃多吃点，以后就吃不到了。到底找我什么事呀？上一次，你不计前嫌帮我接了个活，赚了一笔，所以这一次，我有个好事儿要送给你。洗耳恭听。我开了一家直播公司，你聪明又能干，而且还做了这么久的明星经纪，你非常清楚粉丝们喜欢什么样的人设。我希望你过来帮我带主播。那我能得到什么好处？干股。我考虑考虑。真是麻烦你了啊！泰森，去追嘛！涛哥，你说我这游戏里边人物死了可以复活，可你这爱情死了，可就没办法复活了。怂！对嘛，加油啊！加油！然然，走了，注意安全，拜拜。再见，然然。叔叔拜拜。人呢？火车站，快追！
刘科！刘科！刘科！让我不走了，走噻。涛哥，我没有家了，我只有你了。小柯留下来了，我为陈涛感到高兴。相爱的人彼此奔赴，真的是人间最动人的风景。很快，我又听说通过警方的不懈努力，尸影被捕归案了，凶手被捕，但伤疤已经留下。这是我们无知的代价。前方的路很长，不能总回头望。我迅速开启了自己的创业之路。互联网直播营销的4大要素：场景、人物、产品、创意。其实前2点，场景还有人物，代表的呢就是资本。大公司可以邀请流量明星来做宣传，涨人气，这一点呢，确实我们公司是做不到的。所以想要赢，我们就要另辟蹊径。你的思路我基本认同，但作为直播公司，是不是还可以继续卖衣服？其实卖品牌衣服、卖奢侈品这一类确实利润高，但利润高的同时代表着竞争力大。如果咱们公司卖化妆品、卖服装这一类，和那些大公司相比，确实没有竞争优势。断其实质不如断其意志，所以我们要坚持特色。担保有抵押的话，我们如果以动产抵押，那我们需要抵押物的规格、型号、质量，然后原价和净值。但是要以房地产抵押的话，我们需要知道它的用途、面积，了解其原价及周边环境等等。你这个上面都没有写得很详细，我需要资料再完善一点，这样我们才能谈后续的合作。好，我回去完善资料。谢谢。谢谢。莫我说你顾问当的也太帅了。那我总不能来了白拿你的工资吧？老板，我先出去了。成本可控，前景可观，这个项目啊，确实是可以的。只是啊，风险太大，你要降低风险才行啊。说了这么多，原来您是担心风险啊？这个我也就不多说了。风控是您的事情，投资就必然会有风险，这个您应该是知道的。
我呢是来给您赚钱的，不是来拉赞助的，所以我不会求您。再说，如果您真的害怕风险的话，压根儿也不会见我。你说的不错，但是呢，没有但是，陆总。直播公司的前景我就不多说了，投资投的就是人。我呢曾经是做娱乐记者的，我的搭档是做艺人经纪，再加上李一航的资源。如果您真的对这块业务感兴趣的话，除了我，您没有更合适的人选。您可以考虑考虑。哎，夏琳，请留步。您看一下这块楼盘的风水是特别好的。看后面这座大山，按照《青囊经》所说的呢，山厚人肥，山清人秀，山明人达，山长人永，正好符合厚、清、明、永这4个特点。那如果都像你说的这么好听的话，那风水这么好，那别人干嘛不买？您现在看到的红色区域呢，都是我们已经卖出去的。其实要是买得早的话，再转手一卖，能多赚1倍。您可以去打听打听。你们再考虑一下，我还有另一位客户在等着我，我就先过去了。哎，王小姐，要不你再等等，再给我们讲一下这套房，好吧？那我带您去看一下户型。好，这边走。首先呢，我问大家一个问题，大家好好想一下，看咱们有没有一个共同的回忆，就是小的时候呢，亲戚来家里，他们总会带一些辣椒酱啊、豆腐乳啊、腊肠、香肠之类的，大家是不是都觉得特别好吃？所以，咱们公司卖的产品就是农产品。其实更多呢，卖的是一种回忆，童年的回忆，也是帮助农民脱贫致富。公司想做的就是在农民和顾客之间搭建一座桥梁。我相信，只要我们用心做，就一定能做好。大家可以看见自己面前有一杯小米酒，这是我大一打工的时候，在一家叫做石刻崖的火锅店。那家店的老板娘萱姐在北碚的一家自酿酒厂购买的小米酒，当然了，这款小米酒已经是石刻崖的招牌之一，大家可以尝一尝。尝一下，确实不错，味道也不错，可以啊，酒还真不错，挺好喝的，不错。所以这款小米酒将成为我们公司的第一个产品。卖衣服，我们卖，别人也能卖；但卖小米酒，我们卖，别人就没得卖。来，干杯！干杯！干杯 ！Hello， 宝宝们，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米酒，噔噔，什么味道呢？我来替你们尝一尝。特别好喝，主要是还便宜，因为啊，这都是我们农民伯伯自己在家里做的，没有任何。陈娘娘，哎，小玲啊，你那个办法真的能增加销量吗？应该没问题，您就相信我吧。哦，我相信你，我相信你啊，是喝了酒嘞。不是，陈娘娘，不是您想的那样的。以后不能在隧道里乱跑了，多危险啊！下次不会了。哎，因为当时情急嘛，这不是为了追上你，还被处罚了。嘿，涛哥，你说我们以后的孩子会叫什么名字呀？你咋子会想得那么远？不是你说的吗？人要向前看呀。那是，既然我们决定留在重庆了，那我们一定要从长计议，方方面面的考虑到。正所谓预则立，不预则废。那我们孩子以后会叫什么名字呀？叫啥子名字我倒是不晓得，不过我们是不是得从第一步开始啊？什么第一步啊？哎，
来喽！干嘛呀？你关灯啊！哎呀，不要关！哎呀，快！创业比我想象中的还要艰难，乡村土特产确实是一片蓝海，但隔行如隔山，理想主义在商业逻辑面前不堪一击。到2017年，经过我们1年多的辛勤努力，却还是将公司做到了濒临破产的边缘。宝宝们，这些菜都是农户自家种的菜，所以数量有限，抓紧时间抢购。1号链接是这个大白菜，2号链接是这个油麦菜，3号链接是这个水嫩嫩的大萝卜。哎，兄弟， 4号链，我家腊肉还没卖完呢，你怎么跑这儿来卖菜来了？宝宝们，今天上午的直播就到这里结束了，我们下午再见。哎，你让我们做那么多腊肉，卖都卖不出去。哎，你现在跑这儿来卖菜来，我们家腊肉怎么办啊？不是，你得给个说法呀。不是哥，这也不归我管呀。那给你们老板打电话呀。好。该买的腊肉全都买回来，别让他吃亏了。可是现在销量不佳，卖不掉怎么办啊？卖不掉就送回公司发福利。陆总他们都到了，磨刀霍霍就等你上桌了。走。各位董事都到齐了，咱们开始吧。各位董事们好，我相信大家也非常清楚，目前公司的运营情况并不太乐观。我总结下来几个原因：账上资金还能支撑多久？最多到下个月。只能撑1个月了。所以我总结的原因是，我们不是来听原因的。陆总，我知道您召开这次会议，就是希望我引咎辞职的。但我总得把原因说出来。就算我辞职，也得找出问题，后者才有办法解决。小林，没那么严重，你说吧。目前公司的困境有2大原因，其一是技术性，我们卖的农产品、秘制美食遭遇了运输、储存等一系列的问题。就譬如小米酒，运输到了东北，天气寒冷，口感大变。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，农产品一旦量产，味道就和之前大不相同。我们之前卖的卢家豆腐乳、陈家米椒酱卖的都很好，可一旦扩大产量，口碑反而下滑，这就是原因。当然了，这点在我之前的策划里并没有预想到，是我的失误。其二是方向性，直播公司最重要的就是主播，我轻视了对主播的培养还有挖掘，太过于关注产品本身。你还是关注你的农民伯伯吧，东西卖不出去，就自己买回来，搞慈善啊。这一点我觉得并没有错，我们是在和谁打交道？老百姓最辛苦，我们绝对不能亏欠他们。所以你就亏欠我的，亏欠股东们的，投资砸进去这么多，你就是这个态度吗？我希望各位股东可以相信我，既然我发现了问题所在，我就一定有办法解决。喂，你的外卖快到了。是那个4栋702是吧？没电梯啊？啊，马上到。崔子。好了，我们今天是来解决问题的，不是来宣泄情绪的。小林，你说说解决方案吧。第一，我和新雅联系了快递公司，给了一个方案，保证以后密封运输的过程中不会出现任何问题，然后严控质量关，卖的再好，也绝对不会量产。第二点，我和新雅联系了一些明星，想谈1到2个到公司来当主播，这样的话可以给公司提升流量。我坚信公司的战略，卖农产品，卖农家秘制美食，这绝对没问题。战略没问题，只需要提升战术就可以。
1个月。小林，我就给你1个月的时间，如果没有任何的改变，希望你能够自觉。好，就1个月。哎，你跟那个王然到底怎么样了？有人以上，脸上未满杯啊。你都已经舔了1年多了，还没舔到手呢，什么时候放弃啊？啊，跟我一起去继续拥抱大森林呢？嗯，不放，赶紧吃你的吧。金儿，帮我把那个拿过来。啊。不用。哎呀，每次都是你帮我洗，你都教了我10几回了，让我这个学生呀帮你也洗一洗。啊，巴死的很呐，巴死的很呐。就这样，你帮我洗洗，我帮你洗洗，我们一半，多好呀！你这边忙着赚钱呢，我幼儿园也拿了年终奖，拿了优秀教师奖，还涨了工资。哼，只要我们好好的呀，爸妈肯定觉得没问题。哎，对了，我爸今天打电话还问你呢，问你最近怎么样。其实我爸对你印象还挺好的，觉得只要你对我好呀，比什么都强。叔叔阿姨，来尝尝我的手艺。哇，然然可真能干呀！红烧鲤鱼啊，做得真棒！嚯，还是然然面子大呀，老李都回来吃饭了。怎么跟叔叔说话呢？傻儿子，你爸呀，不光是因为然然在，那是因为你最近公司啊做得风生水起的，你爸爸高兴。那还是因为然然的功劳，要是没有然然的话，我公司也到不了今天的成就。哎，他这是大实话，你呀还真应该好好感谢一下王然。老李，你给点面子啊！担保公司王然可刚毙掉一个项目，那个老董不服，就来找我来求情。我这一看呢，这项目就是一个雷呀！要不是王然眼尖，就咱们这个小凯，早跳进去了。叔叔言重了，我是女孩，所以心细一点。要是让小凯做呢，他也不会上当的。对，然然说的对，我跟你爸呀，看你们2个年轻人能够互相帮助，互相谦让，我们就放心了。来吧，咱们喝一个。哎，老爸，叔叔阿姨，我敬你们一下。敬我的大顾问。